近年香港嘅歷史建築保育計劃，盡量保留昔日嘅建築原貌，就好似港島西摩星嶺嘅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，而家係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教育綜合大樓、芝加哥大學袁天範惠民校園，同時保留3級歷史建築群，向大眾展示新舊建築互相共融。校園嘅前身係海防炮台嘅軍事設施。香港志總述大事記就有記載，1939年3月10日，位於摩星嶺嘅銀禧炮台建成。呢度興建銀禧炮台嘅原因係因為呢一個地方係喺港島嘅西北邊，我嚟防衛由西邊入域多利港嘅嗰條通道嘅。咁其實我哋呢個炮台唔係唯一嘅炮台，仲有其他嘅炮台，但係呢個就係喺山下邊嘅炮台度嘅。如果你去上高啲嘅山，你都會見到其他嘅炮台嘅。根據我哋嘅研究呢，當香港淪陷之後，咁日軍就用咗呢個地方係一個軍營。咁但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前，日軍退嘅時候，佢哋就將我哋嘅炮台呢個銀禧炮台毀滅咗嘅。咁到開放翻嗰陣時候，嗰個炮台已經唔喺銀禧炮台嗰個地方度啊，所以而家你見到嘅遺跡係淨係有炮台個圈圈嗰度，就係冇咗個炮台㗎。昔日呢度人跡罕至，大閘內嘅破殘白屋顯得相當神秘。1961年呢度就變成扣押政治犯嘅地方，命名為域多利道扣押中心。除咗呢度做扣押中心之外呢，呢度亦都試過係做一個證人保護屋嘅地方啦，亦都係試過做訓練警務人員嘅地方啦。咁所以我諗到咗90年已經好少有用啦，咁卒之就95年就關閉咗。白屋喺1995年之後就空置咗一段時間，加上白屋就冇門牌，亦都冇顯示名字，最適合作為電影嘅場景。當中就有王家衛作品2046嘅東方酒店，以及李安導演嘅作品色戒，都喺呢度取景。2010年古物諮詢委員會就將白屋評為3級歷史建築，並喺2013年進行活化。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獲政府批准喺呢度改建成為新校舍。摩星嶺山坡崎嶇，地形狹長又複雜，興建新校園需要減低對舊建築物嘅影響。校方點樣喺設計同保育上面取得平衡呢？咁重建嘅過程都好長㗎。其實2016年之前，我哋都做咗好多保育嘅研究，應該點樣將呢個地方翻新，一路都同文物館 AMO 都有好大嘅聯繫嘅。咁啊，其實我哋用咗成14-15個月係做打樁 ，make sure 佢個基地係穩陣嘅。咁你會見到我哋有好多，呢個喺個山坡上，我哋有好多柱圍住同埋挺高我哋呢個建築物嘅。咁嗰陣時候有好多設計師都有擺嚟佢哋嘅 idea 俾我哋啦。咁但係我最後就好彩有則師冰 Tom 就係我哋嘅 architect。咁佢呢度嘅 design 係流線啦，你話其實就係好似絲帶咁，有一啲柱係將呢一個建築物係浮喺舊嘅建築物上邊嘅。咁個心思都好重，因為佢想保留嘅舊嘅建築物，同埋等佢完全係唔同新嘅建築物嘅樣，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兩個唔同時代建築物喺度一齊講嘢咁樣啦，好似咁依家叫做白屋啦。你如果喺出邊見到咧，出邊所有舊嘅建築物咧都係用白色，即係保持翻佢原本嘅顏色嘅。咁但係新嘅建築物咧，就係想佢唔好會影響佢近時呢一度地方嘅感覺，就用晒所有玻璃喺上邊。嗰個 idea 就係如果係好似今日咁好天嘅時候，當太陽曬起嚟嘅時候，會反映附近嘅樹木咁樣，你就覺得佢會好似喺度融合咗呢個環境裏邊，就令到我哋真係睇到呢間白屋，而係睇唔到我哋新嘅建築物嘅。咁都係好有意思嘅。原有白屋嘅 B 座已經活化成為文化庭園及展示中心，圖文並茂咁介紹白屋嘅歷史，仲保留咗域多利道嘅綠色閘門、警衛室等等。
中心屬於公眾開放，有意參觀嘅市民可以選擇自助遊覽文物庭園同埋文物徑，回望摩星嶺嘅百年歷史。